台东农业发展的历史，有一个重要的开拓者，伊是伫台东市经营农场的王定科。迄当阵，台东制糖会社因为种甘蔗技术无好，伊就为故乡客家找人才，互农场学技术了后，通开始趁钱。落尾，王定科当选台东县参议员，无偌久，却拄到228事件。228发生了，到尾这个县长含一级主管就走来密伫阮兜，伫咱的台东县史的记载拢有讲，伫对伫卑南开的，卑南就是伫这遮。这段历史为即马国本农场开始讲起，讲出在地发展甲心声。